係，我而家嚟到大埔宏福苑火災後嘅現場情況。今日係除夕夜，2025年12月31日。我帶大家嚟到呢一個現場，我想做啲更有意義嘅事，就係喺度陪大家度過一個除夕夜。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大埔廣福村，咁就附近即係佢隔離嗰度咧就係宏福苑，亦即係11月26日喺呢度發生嘅5級火災。我而家喺度拍條短片，再俾大家睇下現場嘅情況。見唔見到？咁現場啲棚架都未清走㗎，都有待相關嘅部門去清走嗰啲餘下嘅棚網啦，同埋嗰啲棚架啦。現場你睇全部真係唔識得點樣去形容，唔係我用紙筆去形容咯。跟住現場都有警員都喺附近度 stand by 啊。見到個幾個字啊，寫宏福苑啊。現場亦都可能有街坊啊，或者附近嘅市民嚟呢一度咁悼念下咯。有市民手持鮮花啊，表示尊重咯，代表個悼念咯。我都係㗎。我今日選擇嚟呢度，我希望做啲即係希望嘅有意義嘅事，就係大埔居民都好心痛，好傷心，我理解，所以我都喺度今晚陪大埔居民倒數，做啲更有意義嘅事咯。縮返細啲先啊，係啊。整個遠景畀大家睇下。
當晚我都喺現場度做採訪，嗰種心痛，嗰種難受，傳媒係體會到，亦都係現場係會理解到，因為當晚我都喺現場睇住佢升級，升到上最高級別嘅5級火災。我當日我留守咗喺現場足足成晚，因為我要喺現場做咗2個 briefing，2個係警方嘅傳媒發佈會、簡報會，咁咪要交代返5級火災個情況係點。我當晚我留守咗現場，直至到第二日我8點幾9點鐘先至再返屋企休息。有啲人唔係用字不墨去可以形容咯，睇住啲傷者，死傷者咁啊，從呢個火災現場度救出嚟、抬出嚟，亦都我哋傳媒啊，真係希望政府盡快有個真正嘅交代畀死傷者嘅家屬同埋受影響嘅黃福苑嘅災民。行緊呢度嗰2個都係警察嚟㗎，佢戴住頭盔㗎，因為好危險都要戴住頭盔，因為驚隨時有啲咩跌落嚟，所以要戴住頭盔啊。